老师，他跟我讲哈，他一天不读书哈，他就快要死掉了。他说哈，让他读书他不想读，结果他是爸爸哈，然后因为我跟他妈妈也很熟，他妈妈哈就，他妈妈刚开始就没什么承认说哈，爸爸哈，在第一次上课期间，他觉得很讨厌，他请各位同学赶快进入教室。他考到最后是怎样，你知道吗？他在走廊外面，手上的同学请你赶快离开，赶快回到教室。就那个妈妈，她原来是应该是念专科毕业的吧，现在已经念到研究所了。因为他爸爸一起读书，他觉得很无趣啊，他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，只好跟着爸爸一起读。那后来他们都发现哦，读书真的很好玩。然后那个爸爸哈，他没有上过我们这个课，他为什么很喜欢读书？因为他很会做笔记，他也有拿他笔记给我看。虽然他没有上过这种笔记的课，可是像他们那种很会读书、很喜欢读书的人，就是他已经抓到了那个做笔记的诀窍。而且你知道他是念什么？他是念那种政治系的，所以他是很枯燥乏味。我看他那种书真的很可怕。他是念政治系的，然后那种书哈，那种书怎么讲呢？每一个国字我都看得懂，但是全部凑了起来完全不懂他写。他就很有兴趣，然后他会做笔记，然后他就很喜欢念，他觉得念书真的很好玩。然后他除了政治学念完了以后，他又去念那个，他又去读那个英文的研究所，然后英文研究所已经读完了，他现在去读那个什么图书馆系读生馆，反正他们那个读的，我不知道哎，他觉得他读书很快乐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能够把读书当成这样很快乐的事情。好，你们现在开始做分配哦，做看。如果我建议你从这个开始做，再做题，因为第一个比较难，第二个比较简单，从第二个开始做。先做第二个，再做第一个，第二个也叫第二个香港的国礼的那个。如果你都分不出来，就是其他类了哈。那你们全部都是其他类呀？那是真的分不出来。对对，格子不够10的话，你自己调一下。那格子不够自己调。啊，你如果写过的东西就把它圈起来啊，这样才知道哪些你写错了。忘记审视那个店里的名字，是哦，电风扇开电风扇，再拿我来电风扇。马拉松。
那
看你们大概都知道怎么分的哈。对，那其他的话你们就可以不加分哈。我知道你们分。这样为加分，那你会不会觉得如果要你记那种那么杂乱的东西，你是不是先分类以后再来记就比较好？对不对？所以说有时候要记东西是要利用技巧的，不是拿起来就放下放。有时候你就是要用一些小方法，像把分类好。那分类的话，为什么你要学分类？因为我们要做笔记，你把关键字选好以后呢，你就是要把它分类。它是分类法，它是属于原因的，还是它是属于定义的，还是它今天是在属于它是在讲什么的，把它分好，那你在做笔记的时候才能够会好，那这边第15页有个用电须知，如果今天要你记用电须知这7项，你可以分吗？你想要怎么分？你把哪几项可以分在一起，然后上面要跟它下个标题。因为我们要记东西，常常是这种东西哦。看一下哈，15页的用电须知，如果这个要分的话。看一下用电须知，你想要怎么分？有没有人想要用什么方法可以分？啊？就是总共有7项，对不对？那你这里如果要你分类的话，你想要怎么分？然后标题是什么项？可不可？可以什么？可以的是什么？你会分成哪里？不可以的是什么？你要用。这个不可以是说不可以的话，我就说我手上这是一起的不可以。那有没有人想再用什么方法？安全不安全？安全不安全？那你觉得安全的哪几项不安全的哪几项？要问这样。
如果说，如果我遇到这种有条文的，那我要记得挂，再来怎么把它分会比较好记。那在这边我们是有想到说，就可以把它分成用电梯是把它分成使用前、使用后，或者使用前、使用中、使用后来分，也就是一个安装正确数值的保险丝，那这个是属于使用前你就应该做好的。你就应该做好的，那我就把它分成使用前。我使用前的时候，我就应该要做好这件事情。好，再来呢，身体或站立处潮湿的时候，不可以触摸仪器，这是属于使用中的，这是属于使用中的。然后呢，不可在同一个插座或延长线连接过多的电器，那这个应该也是使用前的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可以来这样分。然后你把它分好以后再来记嘛，就使用前应该注意3项，来使用中你应该注意2项，使用后应该注意2项，那这样子来记会不会比较好？比如说我们要帮助小朋友用电，你要注意哪些？你用这样方法会用7项来让他记得更好记，有没有？所以你在做笔记的时候，你有时候就是要这样子，你要这样子先去做个分类来思考，再来做它，就是把原来的东西打散。就是把它原来写的东西打散，你再重新组合，用你自己的方法。这样的问题，第4个，不可用拉扯电线的方式拔出电器的插头，这应该是属于使用中的插座不可安装靠近水源或热处，这应该是属于使用前的电器长时间不使用要拔下插头，这应该是属于使用后的吧？第7个，没有人的时候要关也是属于使用后的。像你这样分一分会不会更好？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做笔记就是这样，你把原来的东西，你就是把原来的东西理解之后，用自己的方式去把它打散重新做，这变成是你自己的。就是说，你用自己的，你不要被作者把你牵扯走了。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把书上的东西了解以后变成自己的。没问题，这也是一个分类的方法。好，再来我们要看标题，记下标题也是蛮重要的。像我们刚才这个用电机时，你分类好了以后，你要去下标题给它。像我们刚才是把它下成使用前、使用中、使用后，对不对？那刚刚我们把它下成可以不可以，或者把它下成不可以。那你觉得这样子跟使用中、使用前、使用后哪一个比较好用？那你就选择那一个，那就是所谓的一个标题。还有我们刚才有没有在做分类的时候也是有标题啊，文具类啊。国家名称电影类，那就是一个标题啊。那刚刚有人跟我讲说，我这边还有什么？他写器官类，那他说那手呢？手也算器官吗？他说那我们就写身体器官，这也是一种下标题的时候你在考虑的一个方法。就说怎么样比较好？这是标题那标题常常就是我们在课本的最前面最喜欢写标题的。好，那你们看一下第17页，就是说。第一个，这一句话，你觉得你上面要跟他下什么标？如果你看到他下面在讲的这句话，那原来课文上面可能是写什么标题？来第一个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以后，你们自己看下来，看你们跟西域更爽还是第一个第一页。西域各国纷纷派人前来中原经商，当地的官国因为战马等源源不断的传入中原。在中国的文物是织品有记，也经由这条道路通往西域，再转入欧洲，这就是有名的丝路。对，是丝路。那你觉得它的标题应该是叫做什么？丝路的什么？功能，这就是有名的丝路，所以它应该是丝路的由来，或是丝路的起源，或者是西域的由来、西域的起源都可以。因为它是通往西域
的道路。所以看到这篇文章，那你的标题可以跟它下回去，好，那你的标题下来了，西域的由来，那你如果今天你要做一个笔记哦，你要做一个笔记，你是不是会写西域的由来？西域的由来或丝路的由来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就是把这句话里面找关键字出来写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比如说这一课可能是在讲西域，对不对？好，西域的由来，然后它的重点你要写什么？你是不是要把这句话里面找关键字？那句话里面的关键字是什么？那你就把它写在后面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段话的关键字你已经找出来了，你上面要下一个标题叫做丝路的由来。标题就是这样来的。那丝路的由来可能是什么？可能好几点啊。它的标题都是西域的由来，就好像刚才那个用电是一样啊。使用前有3点，使用中有2点，使用后有2点，这样子的。就是这样很简单。像刚才的用电机制就是这样分出来，就是一个虚的，就是一个虚的。好，再来第二个，宗族每年2月15日的团结日。宗族团结日的礼俗，好不好？周族团结日的礼俗，好不好？还是周族的礼俗都可以。那你的标题是周族的礼俗，那它的后面关键是什么？它后什么？团结跟和谐的重要啊。它的礼俗，它为什么要有个团结日？它的目的是为了要怎样团结跟和谐的时候，这里面的关键关键字先出来，然后放大，把那个标题写出来，然后放在那一类里面，这样子而已。是做笔记这样而已啊。关键字写出来，把标题也写出来，然后把它分类分掉分档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再第3个，事故伤害或牺牲发生的时候，你觉得是什么？啊？有人说是急救的重要性，可是我比较觉得它应该是搬送病患的方法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要去急救它，但是你这个搬送病患的方法没有弄好的话，反而会使它更严重。如果会使它更严重，你还不如不要去碰它，有没有？因为它骨折了嘛，如果你搬得不好啊，结果它本来只是骨折嘛，你搬得不好，结果变穿出来了，更严重，有没有？对。或者是它是，譬如说那个内脏里面是那个胸部的内脏，会不会没弄好就吃到心脏？本来藏在那里会搬不好就有需要，所以我觉得搬送就是说搬送病患的方法也很重要，因为他这边好像就是在讲说你在运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，要怎么样来处理，就地检查这样的问题。当然你也可以写急救的重要性嘛，那你是在讲急救的重要性。再来第4个，朋友能增长你的知识，扩充你的生活经验。所以朋友像是一本的好书，你觉得这一句话的标题你要写很清楚。朋友的什么？朋友2个字叫标题哦。你要把这些画成块这些东西写进去，对呀，没错啊，朋友的好处，朋友的重要性。有没有？你们平常不是前面都会常常写标题，把那些拿出来应用呢？朋友的重要性啊，有没有？再来，良好
沟通的秘诀，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你都要前后一致，表现出最好的一面。这个最简单的。对啊，这叫良好沟通的秘诀啊。好，再来 ，IBM 就是服务已成为该公司的象征跟信念，成为全公司广大员工的价值观念。那这一句话你要怎么设标？啊？IBM 的信念。IBM 的系列，然后后面也要加个服务，因为它这边是要讲服务，你也可以说是服务的重要。好，它重点在讲服务的重要。那第七个，管理时间就像管理金钱，这句话是如何管理？如何管理？时间的重点或者管理时间的重要，这很简单啊，这个都在上面就可以找到了。再来，背诵是第一字母，当人们年纪越大，记忆的能力就越差。此时适度的背诵对于我们记忆能力的恢复有积极背诵的什么？背诵的重要啊，你这什么才是背诵的重要？记忆不是。再来，一般人常说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尤其在经济社会知识爆发的时代，更使人有深野读书的重要性。培养一种普遍的读书风气，实在是学校跟社会应该共同努力的目标。我觉得这里应该是在讲读书风气。读书风气，培养读书风气的重要。他这里重点是，他这里意识到读书很重要，但是培养读书就是一个读书风气的重要。因为我也觉得读书风气很重要。如果这个班级的读书风气不好的话，大家就不想读书了。他的读书风气很好，大家就会提升读书风气的重要。我觉得在家里也是一样，在家里如果说，小朋友在读书的时候，妈妈也跟着他一起看，他就会比较读下去。再来，广告是一种用来联络买卖双方思想、感情和讯息的好方法，本质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讯息创造。对，广告的越来越容易了。再来。穿山甲行动缓慢，穿山甲。穿山甲是什么？特性，对，穿山甲的特性。再来，泰国首都曼谷的水上市场是像一般的江村赶集一样，这一句觉得吗？曼谷市场的景象，对不对？他是在描述那个景象。这样的。好的，那我们做笔记的方法已经学了，已经把这个方法都学了，我们现在开始融会贯通的哦。还记不记得那一天杨演讲的时候，做一个复兴大红点？记不记得那个复兴大红点？有没有？那个复兴的大红点，我们是不是先把关键字圈出来？然后第一次我们是不是就把关键字写出来？写完以后，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好的分类，就是变跟不变，就知道变跟不变写上去，然后会变的是什么？啊，不变的是什么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记不记得？好，那一样，它是不是先选关键字？选完以后，它去分类，
标题的，标题就是会变的有什么？不变的有面积跟形状，会变的呢是它的位置，还有它的颜色。然后呢，颜色是怎么变？然后它的面积是怎么样？长宽多少？它的形状像什么？椭圆形。它的距离是怎么样？就把它写下来，就这样而已。那一篇文章是200个字的，就被你浓缩起来，剩下90个字，是一个字数的意思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19页笔记的应用。那你要做这一些以前，你要先怎么样？浏览，对不对？然后浏览以后呢，你就要开始去选关键字，然后你要看要怎么去做分类，下标题。看过了吗？有没有看过了？看过以后，你在想，你有没有一个架构，就是说你这一篇的主题你想要怎么分？好，我跟你们讲哦，大概怎么分，然后你们回去写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那个数学的练习，好不好？在这里面哦，这有很多方法，我只是把我的方法讲出来让大家看，那你们要下次，你们要回去做，然后下次要到上面去让他看。这个的话，我可能会怎么分呢？它这边有第2段，他说17世纪以后，那我就想要把它分成台湾的移民社会17世纪以前是怎么样，以后是怎么样。哦，你可以把它分17世纪以前。好，那这边我可能就是分17世纪以前呢，台湾它是怎么样？就17世纪啊，就分成平埔族跟高山族，有没有？然后平埔族呢又怎么样？高山族又怎么样？这是高山族现在就是阿美族了，这边有写啊，然后后面又加一个少数族，现在是土族的，啊，那就是当地的原住民。然后平埔族的话呢，就是以平原一带也是像现在这样跟就是汉化比较深的，啊，你就可以这样分。然后这是17世纪以前的，这是以前的，好，然后以后的话呢，就是荷兰人进来以后，有没有？然后后来又陆陆续续有那个清朝那时候有很多汉人又进来，然后那时候不是又变成泉州、漳州、客家，就是我会把它分17世纪以前和以后的，然后分成2段。那你们回去写写看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你们现在应用的，对，教过了，对不对？教过了，然后教过了你就会了嘛，是不是就过我？老师那时候是用什么方法做？也就是在17世纪以前实际就有过了啊。对，过了，那后面的课都是文字啊。好，那你们做22页，谁性的威胁？那媒体的威胁，你们回去做做看哈。就是媒体对我们威胁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啊？然后呢，它要怎么预防啊？那
发生的时候该怎么办？然后发生了，就是你发生它会造成后面有什么样的结果？就是说你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。然后下一次我会带那个我们的其他补充资料来做。还有老鹰跟鸭子这一篇哦，你们也可以去看看，这个蛮好玩的。你要怎么去做分类？老鹰跟鸭子你要怎么去做分类？它就是有分为它的个性方面的、情绪方面的、怎么样方面的去做分类。我觉得这一篇蛮好玩，可以试试看。好，那我们下次我的笔记课本就是一直做笔记了，因为我们前面方法都会了。那而且我也希望你们从现在回去开始，你们的课本内容就是自己先做练习，先做笔记，好不好？这个国语的妈妈说，好像先预习蛮有效的哈。对呀，我是国语进步很多。对呀。因为像说，因为也不是，因为刚上国中可能方法也不太对，所以出来我们来试试看，你是这位妈妈的方法，你试着做做看。那看我们落实做到很深入，我不知道，反正他就尽量去做。那我是觉得我们家长去支持他一下，刚开始的时候真的要支持他，让他养成习惯。你知道我们人就是怎么样，养成习惯以后要改都很难，坏习惯要改掉也很难，好的习惯把它养成，它也很重要。我们要让他做笔记是变成习惯，就是他看到课文要练出他的习惯做笔记，把它养成习惯。他刚开始真的有点难，家长他也不行吗？他会做笔记，所以都写很多。对，刚开始会写很多，然后慢慢的会越来越浓缩。他为什么会写很多？因为他不放心，他觉得我没有写这么多，我会不会忘？对。他不放心，然后慢慢的，他会越来越有自信，他会放心。如果其实写2个字，我看到关键字就懂了。像我们今天抓关键字，自己看就懂了。番茄酱，想到那句话了吗？番茄酱。你还记得吗？哈。钟鸣班，钟鸣。对呀，你看，刚刚讲的现在都还记得啊，你不用担心，而且你48小时之内一定要再复习它一次，你写出来的笔记，你48小时之内再去复习它一次了，你3天后再看它一次，你1个礼拜后再看它一次，你就忘不掉了，我们根据人类的遗忘曲线，48小时之内一定要不断复习。那我们常常复习都是在考试前是超过48小时的，所以是从头念的，已经不是叫复习的。所以说你做出来的笔记，你偶尔拿出来看一下，自己再稍微复述一下，你就会记得了。那刚开始做笔记真的是要家长在旁边不许他，而且你陪他一起做，说我们怎么来做笔记啊？试试看。然后他做完以后，我们家长的字拿起来以后，跟着他的笔记说，你这念关键字给他，你讲给我听。你讲给我听，你现在讲给你听，然后他在讲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写。那你只要他能够按照他的笔记讲出来，跟课本差不多就是对的。你只要听他讲就好了，因为笔记也没有什么对错，只要他能够讲得回去就是对的。只要看着笔记能够讲回课本的内容就是对的，他没有什么对错。那我们就是说，你这样试试看，然后讲之后说，你讲一次给我听，你可以讲出来，那就是他在讲的过程就是复述嘛。他讲的过程有记不起来的，就是再把课本看一次，他就会了。好，一定效果会很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练习速读哦。好，速读的话，我们看一下速读后面这边